而家係升降台障礙物測試系統嘅示範。咁我哋呢套嘅升降台障礙物檢測系統咧，咁係有10個激光嘅檢測器嘅。咁前面咧就有2個，後邊咧又有2個。向上嘅就會有包括呢個嘅，一共6個嘅。咁如果我哋用手遮一遮個感應器咧，個系統就感應到出個 alarm 嘅。停止接近障礙物，立刻停止接近障礙物。咁啊鬆咗手咧就會自動恢復返。而家做一個升降台向前遇到障礙物嘅情況。咁我而家將個升降台向前揸向前，向住個障礙物，睇下有咩反應。嗱，而家因為檢測到個距離係少於500嘅，咁就會接近障礙物。咁接近障礙物咧，個系統就會 cut 咗部機，就而家喐唔到嘅。咁我哋咧就要撳一撳嗰個臨時解鎖掣。臨時解鎖掣撳咗之後咧，我就可以褪有10秒嘅時間咧，就褪翻走架車。好，而家做一個向上遇到障礙物嘅示範。咁我將個升降台向上升。好，同樣係遇到障礙物500 mm 距離咧，就會檢測到。而家應該係個升降台尾部個陣底嗰個位置嘅。咁我哋解除翻之後，就可以將個升降台放翻落嚟。咁師傅就撳咗嗰個臨時解除掣，有10秒嘅時間可以鬆翻開落翻嚟嘅。升降台障礙物檢測系統係由一個控制台，咁佢上邊咧就有個閃燈加埋個語音個警報器啦。咁佢上邊亦都有個臨時解鎖掣同埋個指示燈嘅。咁佢接駁住咧就頭先介紹過，一共有10個嘅感應器。咁佢咧就亦都有條線咧就駁咗去原有嗰個升降台嘅控制器去串住個 e-stop。咁成個系統嘅供電咧有個獨立嘅UPS 供電，因為我哋冇攞到個升降台本身嗰個電池嘅。